而家呢，我就身處廣東陽春市嗰個屋企附近咧。咁咧，雖然我而家就喺大陸旅行緊啦，咁但係一樣可以做到公司嘅工作啦。咁就喺度同大家再講多次恭喜發財先啦。本公司咧將會喺年初七就正式開工。咁新公司就已經籌備咗搬公司咧差唔多完成啦。咁初七咧就可以正式返工咧。咁做保安呢行咧，我都可以靠過一部手機就做咗好多功夫咧。咁大家睇呢個環境啦，呢個環境都相當之靚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可以返去廣東陽春行下啦，環境都唔錯嘅。咁啊，大家年初七正式喺香港見啦，OK。